十架發光，在超越世人靈上，情輝如日，黑夜已變不晝。從這十架射出慈愛聖潔光，潔淨心靈，除去一切罪惡。眾人眼目正轉向這十架上，不論今天或過往的年代，主基督啊，萬心都向你渴望，猶如雨點雪月期望晨光。基督十架將奇妙大愛顯明，猶如晨光蘇醒我們心靈，又能赦免我們心靈罪惡，使我得知在主裡已重生。好像聖殿裡予以眾星光明，願我的心對你愛喜強熱，我們願意以快樂的愛愛你，直到來日與主相聚面聽。